我嘅名都啲 Dianawati，我今年咧39歲，跟住我結咗婚啦，我有兩個仔，一個仔15歲，跟住一個女10歲，10歲，唔係10歲。OK， 你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？我喺香港做嘢6年。6年，係兩個僱主。跟住喺台灣啦3年，係跟住新加坡咧3年。新加坡3年。係。OK， 你而家照顧咩人啊？我而家照顧婆婆。照顧婆婆。係。婆婆幾多歲啊？婆婆86歲。86歲。係。婆婆健唔健康？識唔識行？婆婆健康，識行。識行嘅。係。但係隻腳冇力就慢慢行。係。OK， 咁仲有2個小朋友。有。小朋友幾多歲啊？小朋友而家4歲，同6歲。6歲係咪啊？OK， 而家做咗4年啦。係。咁僱主就唔需要姐姐。係啱。跟住我嘅老闆咧，而家唔做嘢，所以唔徵工人。OK， 你需唔需要照顧小朋友，接佢哋送佢哋返學啊，接佢哋放學嗰啲㗎？有。都有嘅。有啊。咁婆婆就喺屋企。喺屋企係。哦，咁買餸咧？買餸婆婆9點飲茶買餸，唔使。婆婆飲完茶之後就買餸返屋企。係啱。跟住就煮飯咧？煮飯咧，我同婆婆一齊幫手咁樣。OK， 咁之前喺台灣係照顧老人家。係啱。照顧公公婆婆？婆婆。一個婆婆。一個婆婆。婆婆健唔健康啊？唔健康啊，婆婆。嗰個台灣嗰度就要幫佢沖涼啦。幫佢沖涼。換尿片啦。尿片。係咪啊？餵佢食嘢啦。係啱。OK， 做咗3年。3年。完約係咪？係。OK， 跟住就新加坡都係照顧小朋友。係。跟住之前有一份工喺香港都係照顧小朋友嘅，但係個小朋友就行唔到嘅。行唔到。跟住你就送佢去中心嗰啲返學啊？係啱。咁你使唔使推輪椅送佢去啊？我識。你識嘅？係識。OK， 咁我想問下，你而家想照顧老人家？係。係咪啊？咁如果個老人家唔健康嘅，要幫佢推輪椅啊、沖涼啊、換尿片，你 O 唔 OK 先 ？OK 㗎係咪啊？OK。你識煮咩餸啊？我識做飯、蒸魚。係。煮菜。係。跟住煲粥、煲湯。其他餸都識㗎啦。係咪？係。OK， 好啊，唔該晒。你要唔要返印尼啊？唔使。唔使啊？你幾時完約？10月23號。10月23號。但係會唔會俾你早啲出嚟啊？僱主。我問佢先。要問佢係咪啊？係啱。OK， 好，但係唔需要返印尼㗎啦。係。直接喺度返工。係啱。OK， 好，唔該晒，拜拜。